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就喺11月17號，日本嗰邊就派咗佢哋嘅外交部，佢哋稱為日本嘅外務省裏邊嘅亞洲大洋洲嘅局長，即係專門管大洋洲呢邊嘅事務、亞洲事務嘅金井正章咧，就過嚟中國嚟到去希望尋求嘅對話喺外交嘅層面上面，好多人就馬上指導，此舉就係表示高市早苗之死，佢想退縮，但係新潮文呢，就已經過去一個禮拜同大家分析已經講咗啦。今次日本係決了係鐵了心地嚟到喺亞太呢邊嚟到搞事，而背後亦都係美國想一手樂見其成，想造就出嚟嘅。所以今日呢，我哋就唔會好似坊間咁樣一般見識話日本要縮，因為佢一啲都唔會縮。但係我哋卻呢，能夠喺金井正章嘅表現度睇得到，罕有地，我哋中國嘅外交部擺出一個非常之強硬，而且開始擺出一啲有氣勢嘅姿態嚟到面對日本。日本嘅外務省金井正章面對住我哋中國外交部嘅代表亞洲司司長劉敬松呢，係不停咁低頭，不停咁點頭，彷彿呢就好似謙虛地聽從説教一樣嘅態度。而我哋嘅外交部亞洲司長劉敬松呢，亦都雙手插袋，以一個唔正面對住佢嘅姿態，一路行一路同佢講嘢。而日本嘅代表呢，就一路行一路呢，就喺隔離向住我哋嘅外交部亞洲司長不停咁鞠躬，不停咁點頭，嚟到乖乖聽訓。咁驚奇嘅一幕呢，話俾大家聽，睇到我哋賞心悅目。但係要得到咧咁樣嘅一幕咧，絕對唔係一件易事。想當年咧，由我哋中國晚清時代開始啊，被西方列強、被各國嘅列強咧極盡嘅侮辱，我哋當年所受嘅屈辱，終於喺國際舞台上邊，就喺2025年嘅今日咧，能夠吐氣揚眉，調翻轉頭，睇日本呢個國家用咁樣嘅低姿態同我哋講嘢，不論背後咧係一個點樣嘅圖謀，今日亦都會分析日本嘅圖謀。佢絕對唔係認低威縮咁簡單，佢忍辱負重籌備緊一個咧驚天大陰謀。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嚟到去揭發，因為日本鐵了心要搞事。高市早苗高調釋出一個消息，就係話嚟緊佢參拜靖國神社嘅時間表。嗱，所以知道咧，大家可能覺得喂，日本政客、日本啲首相拜靖國神社係啊，好正常啊，佢哋唔認錯啊嘛。唔係啊，大家，日本首相在位嘅時候參拜靖國神社呢樣嘢已經過去10幾年冇出現過㗎啦。啊，因為此舉咧非同小可，此舉咧係直接觸犯咗，甚至係觸犯咗個世界嘅紅線。唔好講中國嘅紅線，係世界2戰之後和平嘅紅線，所以佢哋都非常之小心，通常都係離任咗之後先做嘅呢啲行為。但係高市早苗高調釋出參拜靖國神社嘅路線圖，而呢啲日子呢，唔係淨係普通嘅日子咁簡單，有2個有可能嘅日子，2個日子呢，都係非常非常之沉重啊，叫戰唯恐天下不亂啊嘅意味喺裏邊。咁今日亦都會同大家進一步分析。嗱，話說時遲那時快，新潮文呢，就喺過去呢2集裏邊同大家已經分析咗中國如果日本冥頑不靈，我哋中國對佢嘅限制，我哋對佢由一步一步嘅制裁，先係旅遊警示同埋留學警示已經開始咗啦。咁新潮文亦都同大家嚟到去研究咗點樣一步一步嚟到去增加同埋施壓，由呢個旅遊警示啦，去到簽證啦、旅客嘅人員啦、人員嘅往來啦，甚至係貿易啦、通商呢啲一步一步咁嚟到實施嘅時候，說時遲那時快，原來中國咧已經做咗噶啦。仲有我自己都跌破眼鏡，我覺得咧可能會遲啲先做，唔會咁快做嘅呢個水產限制咧，亦都馬上又做咗咯喎。咁啊表示咗啲乜嘢咧？咁啊轉頭又會同大家分析下啦。好多人就會覺得日本嗰邊咧有啲支持高市早苗內閣嘅人士，即係表示大多數嘅日本人都覺得，本來就過度旅遊啦，本來就唔歡迎你中國人嘅啦，而家你唔嚟仲好添啊，咁樣。到底
中日之間嘅矛盾是否淨係冇咗旅遊業咁簡單呢？其實係一個骨牌連珠效應，係有直情咧同中國交惡咧係有滅國之災，先係由旅遊到人員往來，到通商，到貿易，到資源、能源然之後咧甚至到糧食。日本咧係面對緊一個佢絕對應付唔到嘅滅頂之災。如果同中國交惡嘅話，都未去到打仗嘅層面添。咁轉頭咧就會將呢啲一一咧同大家講，而且亦都俾個證據大家，即係唔係新潮文自己揣測，唔係陰謀論，俾個證據話俾大家聽，點解美國樂見日本咧出嚟送頭，樂見日本咧衰敗甚至崩潰。一陣間會有證據話俾大家聽點解。日本今次喺亞洲咧就冇朋友嘅，連續得罪咗4個國家，中國啦、俄羅斯啦、北朝鮮甚至韓國。韓國嘅反應咧不比我哋中國不比我哋中國差㗎。韓國嘅反應亦都非常之激昂罕有地咧北朝鮮同埋南韓咧同仇敵愾。但係咧就喺我節目結尾嗰時候同大家稍微講一講，因為留翻下一集嘅。咁我今日嘅新聞時事分析咧就係以上嘅呢啲嘅重點嘅內容。大家好，嚟緊呢，我哋咧就有一個好正嘅推介俾大家。我哋12月30號咧就會搞一個跨年度嘅中國東北哈爾濱，再加上俄羅斯海參崴之旅嘅。今次嘅旅程咧有好多重點，我要推介俾大家。第一，我哋咧就會去到全世界已經連續3年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嘅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當中咧有全世界模仿建築嘅呢啲最大嘅冰雕，仲有另一個咧就係太陽島嘅雪雕亦都係咧破呢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嘅。雪雕同冰雕咧係兩種東西，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咧，佢哋只有喺中國東北哈爾濱咧先至能夠揾得到。當你去到南極或者北極咧，都係冇呢啲嘢嘅。所以咧，我哋如果要玩轉呢個冰雪大世界咧，全世界唯一一個選擇就係中國嘅哈爾濱啊。另外嘅就係咧，我哋亦都會去到俄羅斯嘅海參崴，裡面睇啲乜嘢咧？我哋咧可以睇一睇咁咧，我哋亦都可以見到當地嘅俄羅斯人咧點樣喺海參崴呢一度咧，用一啲親大自然嘅方法，例如喺一條冰河上面咧開咗一個窿嚟到釣魚，或者點樣嚟到咧喺冰河上面游冬泳，呢一啲咧都係我哋咧可能要去到北極先至見到嘅景象。但係我哋而家唔使捱咁凍啦，我哋去到海參崴呢一度咧就會見得到當地嘅溫度咧大概只係8度minus 嘅左右嘅啫，所以咧係非常之適合我哋去嘅。亦都咧可以喺俄羅斯嘅海參崴咧見到晒成個俄羅斯嘅太平洋艦隊。我哋會參觀佢嘅太平洋艦隊總部，係非常之震撼，一眼就可以望晒。當然啦，我哋亦都可以買一啲俄羅斯真正佢哋嘅出品嘅，例如我上次買嘅呢隻普京大帝手錶啦，亦都係咧相當之正嘅經歷嚟嘅。另外咧，我哋亦都會去到咧我哋嘅中國東北瀋陽嘅喎。瀋陽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呢一個咧就係瀋陽飛機製造中心。瀋飛咧佢製造嘅戰鬥機有啲乜嘢咧？例如有大名鼎鼎，我哋而家見到喺航空母艦上面啱啱起飛嘅殲35，亦都有彈射型嘅殲15 T 型嘅彈射殲15 T 呢個類型嘅飛機。最緊要嘅就係我哋仲有機會見到咧呢一個傳說之中嘅6代機殲50。點解我哋要去到瀋飛呢？原因就係佢喺頭頂上面咧會有好多試飛嘅工作，話唔定到時你會即刻見到呢一個咧冇人亦都冇公開過嘅殲50，親眼咧去到喺頭頂睇到呢一個第6代嘅戰鬥機。當然啦，呢一個咧係根據我上一次去嘅經驗咧而得出嚟嘅。當我哋去到呢個瀋陽飛機博覽館嘅時間咧，佢隔離就係咧測試飛機嘅呢一個流程地點嚟嘅，所以咧我哋會聽到戰鬥機嘅轟鳴聲，嚟到去咧親身感受一下咧我哋嘅6代機究竟係點樣嘅。一句講晒，我哋成個旅程咧好多節目豐富嘅行程景點
係你要親身去到先能夠感受到，亦都係我格仔親自嚟去設計。坊間咧係冇其他同類型嘅路線同埋玩法嘅，所以如果大家想把握今年我哋呢一個咧哈爾濱冰雪大世界，再加上俄羅斯海參崴之旅嘅話咧，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嚟到報名，或者去到掃描我哋頭頂呢個 QR code 咧，亦都可以嘅。期望咧喺今次嘅旅程見到大家。咁我哋今年嚟講咧，應該只搞一次相同嘅旅程嘅。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睇一睇咩叫健力士世界紀錄屢破呢個連續3年嘅全世界去到南北極你都睇唔到嘅冰雪大世界嘅話咧，你就要快啲報名啦。基本上我搞呢條線路咧已經搞咗2次啦。而呢2次嘅經驗，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呢一個線路咧係一個完全被低估、完全係被 underestimate 咗好犀利嘅一個旅程嚟嘅。所以咧，我喺呢度咧強烈建議大家呢個旅程咧，你參與嘅話咧，包保俾到大家一個咧全新嘅驚喜。我哋全部參與過嘅團友咧都係咁樣講。另外嘅就係咧喺呢一個所謂凍與唔凍之間嘅問題咧，亦都係一個咧好大嘅誤會嚟嘅。出發前好多朋友以為好凍，以為頂唔順，但係去到之後，我哋學咗當地人着衫嘅方法，學咗呢個東北人教我哋嘅着衫方法之後呢，竟然咧成個旅程裏面咧出奇地啊，我哋搞過咁多團咧，唯獨係東北哈爾濱加俄羅斯海參崴之類嘅旅程咧，係冇人感冒，係咪好神奇呢？所以有啲嘢咧，你唔去過唔知道，一定要親身去到感受，你先至能夠咧可以體會當中嘅奧妙之處嘅。嗱，話說有份譴責高市早苗嘅前首相咧，就有幾個，有呢個阿爆石茂啦，仲有呢個鳩山由紀夫添。鳩山由紀夫仲話高市早苗就話咧，嘿，點解要吠得咁大聲？因為始終係狗仔，狗仔敏感啊，吠得咁大聲。但係無論點吠到幾大聲咧，狗仔就狗仔，始終唔係大狗。鳩山由紀夫亦都係少有地喺呢個中國9月3號嘅時候嘅93閱兵咧，就係、佢身為日本嘅前首相，佢係有一定嘅代表性嘅。佢嚟到參加呢個閱兵嘅盛大嘅宴會。咁嗱，鳩山由紀夫嘅仔啊，都話就嚟同個父親啊斷絕呢個關係，話父親啊，我多薩啊，唔應該嚟到中國嚟到參加呢個閱兵咁啊，因為咧呢個93閱兵咧，同時間係紀念呢個世界抗日勝利80週年，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嘅勝利80週年，意義非比尋常。鳩山由紀夫、石破茂同埋野田佳彥都話唔應該同中國交惡，因為咧若然打起上嚟嘅話咧，成個日本都會變成戰場。但係咧今集就會話俾佢哋聽，其實唔係成個日本變成戰場。係未去到真係我哋叫做海陸空三軍嘅熱戰嘅，日本已經咧潰敗嘅啦。今日咧就會講日本衰敗、日本崩潰嘅路線圖，點樣由旅遊業開始。咁呢個93閱兵齊集咗世界全球南方、全球26個國家嘅元首都齊集於北京，左右兩邊嘅青龍白虎，仲有呢個俄羅斯嘅普京同埋北朝鮮嘅金正恩。嗱，今次呢單嘢咧就好衰唔衰啊？日本咧衝出嚟到搞事，即係須知道咧喺咩時候咧人先會最團結咧？就係有共同敵人嘅時候啊！即係有陣時候咧做政治有事冇事，你冇敵人，你都要整個敵人出嚟咧凝聚下呢個上下一心。今次直頭名正言順添，日本咧觸犯咗呢個世界2戰後和平嘅紅線，咁逼住我哋咧行得更加近。93閱兵所展示出嚟嘅軍備咧，亦都喺今次同日本嘅衝突，又展示咗出嚟。我喺節目結尾嗰陣時候咧，就會賣個關子解放軍寫咗首歌裏邊咧就有巨浪同埋風暴2個字。巨浪咧隨時嚟，風暴隨時嚟，什麼意思咧？意義深遠，亦都同93閱兵有莫大嘅關係。咁喺一個咁盛大嘅日子咧，如果大家想有啲嘢可以紀念到，因為可能你冇機會去呢個北京天安門度參加呢93閱兵，但係咧想留念紀念呢個咁盛大嘅，尤其是咁特別嘅
2025年80週年勝利嘅年份咧，新潮文咧好不容易有渠道咧揾到啲好嘢俾大家，就係呢個抗戰勝利80週年嘅勝利紀念嘅呢個禮盒。呢個禮盒咧，淨係會送俾一啲高級別嘅人士嘅啫，高級別嘅外交啊、使團啊、大使啊等等嘅人士，或者國家嘅元首。咁好不容易我哋揾到渠道攞到翻嚟。咁咧有好幾家公司都有參與嘅，我哋淨係聯絡到2家。咁而家呢個咧係最後一個榮耀乾紅系列。榮耀乾紅呢支葡萄酒曾經為中國喺連續2年法國葡萄酒大賽、德國柏林葡萄酒大賽、比利時 Brussels 葡萄酒大賽，亦都係呢隻葡萄本身嘅馬瑟蘭葡萄嘅世界賽咧，全部攞晒大金獎嘅。而非比尋常，而且今次攞嚟慶祝嘅話，更加係呢個系列嘅葡萄酒裏邊嘅極品佳釀。除咗喺木桶嘅年份啊更加長啦，7年之外咧，而且亦都係攞嗰年嘅馬瑟蘭葡萄嗰 batch 裏邊最靚嘅葡萄嚟到去佳釀嚟嘅。咁所以大家睇到嗰啲葡萄酒咧，上面有80週年嘅金漆招牌，上面甚至咧有寫1945至到2025 80週年嘅呢個世界抗日勝利紀、世界反法西斯嘅勝利80週年紀念呢啲字樣喺上邊嘅。咁啊，大家有興趣嘅快啲把握住最後嘅時間，因為今年就快過啦。我亦都唔會講咁多次噶啦。呢個禮盒68031633，記得呢個 WhatsApp 號碼68031633，安排訂貨同埋送貨。呢個禮盒就喺今年完結之前呢，我就唔會再推廣噶啦。咁同埋嚟緊咧，踏入呢個新年年尾，仲有其他嘢推廣，所以我唔會講咁多次所以把握住機會68031633。事不宜遲咧，現在咧就為大家正式嚟到分析到底高氏祖苗玩啲乜嘢。話俾大家聽，高氏祖苗咧絕對知道自己玩啲乜嘢。美國戰略模糊，甚至咧美國有呢個縮沙嘅跡象，亦都絕對不是真係縮沙，唔係怕到中國。背後玩兩盤大棋，今日就會同大家講得清清楚楚。高氏祖苗派出佢哋嘅外交部，日本就叫外務省啦嘅亞洲大洋洲局嘅局長金井正章嚟到去訪華。11月17號訪華，11月18號咧就同我哋嘅外交部重要人物嘅司長劉敬松見面。如果以品位嚟講，大家咧係匹配嘅。因為劉敬松正就係我哋中國外交部嘅亞洲司嘅司長，管理呢個亞洲事務。但係咧，雖然外交禮節、外交嘅呢個品位上邊咧係匹配，但係佢姿態上邊咧，我哋中國卻高佢幾條街。因為好不容易我見到一幕，就係我哋中國咧以高姿態以威嚴，甚至有多少咧不屑，甚至有多少鄙視嘅目光嚟到望住日本嘅代表。呢個動作咧，想話俾大家聽，我哋得來不易，我哋係盼咗100年嘅啦。所以大家擘大隻眼望一望佢哋嘅姿態分別。我哋嘅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敬松咧，雙手插袋，挺起胸膛，而且講嘢嘅時候咧，唔使正對住佢嘅，側頭望住佢。而呢個嚟自日本嘅呢個所謂大洋洲局長咧，金井正章咧，就喺隔離對住我哋卑躬屈膝同埋鞠躬，不停咁點頭，樣子咧唔單止誠懇謙虛咁簡單，而且咧仲係個心裏邊咧睇得出佢嘅表情咧係又敬又畏又驚又畏，睇得出佢彷彿咧好似每講一句説話，每個動作都如履薄冰咁樣一樣。其實自從咧佢喺見我哋嘅亞洲司司長劉敬松之前，佢已經喺記者面前不發一言。記者問過好多説話，話你今次嚟做咩啊？你想點啊？咩全部咧不發一言表情極度凝重，彷彿咧就好似連一呼一吸都要思前想後咁一樣彷彿咧就好似每做一個小動作都驚做錯，因為而家局勢非同小可。講到呢度，好多人就馬上話啦，高氏祖苗派佢過嚟，分明咧就係縮沙，因為佢自己都知道自己言行過火啦，但係收唔翻。Maybe， 但係絕對唔係。
我哋新潮民亦都無謂同大家兜圈，想同大家講，佢首先佢玩緊一招，玩緊呢招咧就叫戰略模糊，就彷彿同當年咧拜老頭嗱，特朗普就唔玩戰略模糊嘅，不過特朗普最近玩緊，而家呢排玩緊，不過佢係為咗其他嘢，我哋唔好講特朗普先。民主黨嗰邊拜老頭啊，甚至奧巴馬咧最中意玩呢啲嘢，陰陰濕濕放毒蛇扮冇嘢放毒蛇，戰略模糊，什麼叫既溝通既競爭？叫鬥而不破咁樣，咁即係講到模棱兩可咁樣。呢啲就係拜老頭嗰邊咧，民主黨陰陰濕濕好中意用嘅方式。高市早苗就係想用一樣嘅方式，派人過嚟咧，派呢個使節過嚟溝通，彷彿好似冇嘢咁。其實咧，復辟軍國主義，同中國炒大鑊，決心一戰嘅心思咧，絕對冇動搖過。而且今日有證有據想話俾大家聽啦，高市早苗已經破例罕有地以在任首相嘅身份，將會參拜靖國神社。即係我頭先 intro 都同大家講過啦，在任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呢樣嘢絕對唔係一件尋常嘅事嚟㗎，好多都係離咗任之後先參拜嘅啫。已經過去13年沒有在任嘅首相夠膽去參拜靖國神社，因為此事關係到二戰之後嘅世界規矩嘅紅線，唔係中國嘅紅線，係二戰之後世界和平嘅紅線。此動作非同小可。我轉頭再翻嚟，咁我而家講翻呢個外交部嘅一幕先。我哋盼咗呢一幕盼咗100年，由呢個1894年開始，日本以什麼存亡事態日本嘅存亡又關我哋東北三省事嘅，就向我哋東北三省進軍，立我哋東北三省，立我哋嘅遼東半島，仲要我哋賠呢個以萬兩計嘅白銀跟住又立我哋嘅台省，令到台省嗰邊咧殖民咗50年，人心散緩，令到佢哋連自己嘅家喺邊度，自己嘅祖國喺邊度都唔，自己係中國人都唔記得咗，隨時由1894年開始。我哋中國喺晚清開始俾列強嚟到去侵吞，受盡屈辱。我哋炎黃子孫受盡屈辱。我哋每次俾人哋簽不平等嘅條約嗰陣時候，西方列強甚至日本都係趾高氣揚挺起胸膛，目中無人咁樣面對我哋嘅炎黃子孫，我哋以前嘅官員，而我哋就要被逼卑躬屈膝咁對住佢哋。我哋盼咗呢一幕，盼咗100年，足足盼咗100年，就係日本嗰邊派出呢個大洋洲嘅局長金井正章過嚟我哋嘅北京，特登要見我哋嘅亞洲司長。再講多一次，外交品位上面呢係一樣，姿態我哋高佢幾班。我哋嘅劉敬松司長呢，雙手插袋，就一路行，一路呢就側頭咁同佢講嘢。而呢個咧金井正章咧就不停咁卑躬屈膝咁向佢哋一路聽一路點頭，好似咧就聽乖乖聽訓咁樣爭在咧就未飆冷汗嘅啫，可能咧就天氣凍。講起天氣凍呢樣嘢，事後有人問到我哋嘅司長劉敬松，點解你雙手插袋咁串咁樣喎？咁佢都同大家幽默一番娛樂一番，佢就話冇，因為北京天氣凍啊嘛，咁手插袋咯，因為咧個手唔好意思，凍得滯，冇得握手。話佢點解之後咧冇同日本代表握手？因為點解？因為手凍咯，咁樣。但係其實大家都聽得出，呢啲理由咧就真係咧同大家幽默一番，擺明我哋中國咧表示非常之藐視同非常睇唔起日本今次咧嚟訪華呢個動作。咁日本咧就喺我進一步解釋呢個外交呢啲博弈之前呢，我再講一講日本呢個國家曾經都做過亞洲第一強國。日本都唔係省油燈嘅無論高市早苗又好，點解要喪權辱國地翹住特朗普，好似特朗普條小三咁樣？點解呢個金井正章要以咁低姿態嚟對住我哋中國嘅思想？因為佢哋玩緩兵之計，佢哋日本人係好受得屈辱嘅。就祈求有一日咧，就病態地同你嚟一次大反撲，佢哋就喺度等緊一個機會。而家受呢個屈辱咧，佢之後咧就要搞一場驚天動地嘅大動亂，就喺亞洲呢邊，決心同中國一戰。
咁到底11月18號兩方嘅人會面講咗啲咩內容呢？其實都冇咩內容。我哋外交部嘅發言人毛寧咧，亦都喺第二日19號咧就講咗出嚟，就係話日本嗰邊點都唔肯收翻佢哋嗰啲涉華言論、叫戰嘅言論，所以我哋咧嚴正交涉佢哋破壞一中原則、破壞中日之間嘅4個政治嘅文件。想同大家講，仲有咧就係、如何看得出咧雙方係傾唔掂數，因為喺11月19號，中國就停咗對日本嘅水產進口。須知道日本嘅水產進口，我哋中國幾時停㗎？2023年嘅8月，當其時日本咧就大量排呢個福水，大量排呢個福水嘅時候，我哋中國就停咗所有完成嘅水產。而直至到2025年今年嘅年中，我哋先開始逐步咧嚟到開放翻，就有系統地一步一步嚟。除咗宮城縣同埋福島縣之外，其他10個縣咧，我哋都開始逐步嚟放翻水產。而正式落實同埋開始做咧，就係今個月嘅月頭11月7號，亦都開始逐步咧越嚟越多咧，就開始例如話有啲咩扇貝啊、龍蝦咁開始入嚟啦。適逢咧喺11月頭嘅時候咧，我哋習主席亦都同高市早苗咧係有見面嘅。當其時咧，大家都覺得有可能有偈傾，因為高市早苗新官上任，亦都表示善意，表示我哋中國嘅善意，我哋開始入翻咧日本嘅水產。我喺上一集同大家講咧，就係話我覺得咧可能停水產呢樣嘢咧就唔會咁快用嘅，因為啱啱你先批准嘅時候，你嗰頭又收翻嘅時候咧，咁好似講不過去，好似點講？我哋叫做甩咳咗啲啊，冇咁有美感，冇咁圓滑。點知原來中日關係已經去到唔需要圓滑啦，我就擺明話停你就停你，嗰頭我話得，而家呢刻就話唔得。個理由就係話日本要入水產嚟中國嘅咧，佢需要提交一個技術嘅報告，裏邊咧技術報告就係用咩技術嚟到檢測到裏邊係咪有安全嘅，啲成分係咪安全，有冇啲核輻水嘅不良成分喺裏邊，要提交啲技術嘅監管嘅保質嘅報告，但係日本冇提供到，所以我哋唔入，呢個就係理由啦。情況就好似當年我哋中國都唔係當年啦，先2年啫嘛，對澳洲嘅牛肉唔入口嘅時候咧，就話冇喎，你啲標籤寫得唔清唔楚所以我哋決定唔入咁樣。咁點知咧就唔止水產。其實日本嘅牛肉咧，本來都諗住開始放行，地嚟到去進入中國嘅市場。哇！中國好大嘅市場，大量嘅牛肉需要，日本咧一定賺到不亦樂乎。早就已經有呢個路線圖咧，就同我哋中國咧就住日本牛肉嚟入中國市場，和牛入中國市場，有一系列同埋一輪嘅呢個談判。而家談判都取消埋啦。11月19號。早上停日本水產，再取消埋嚟緊嘅牛肉進口嘅談判。大家可能覺得水產啫，牛肉進口啫，佔日本有幾多啊？嗱，水產呢樣嘢咧，如果喺呢個岸田文雄年代，大家有留意過就知道啦。連岸田都要親身落去 sell 呢個日本水產，因為日本水產就同美國大豆一樣。你唔好理佢佔 GDP 有幾多啊，得個唔知咩幾多10億嘅生意咁大把，唔係咁樣，係意義深遠。日本水產代表咗日本好多呢個水產漁民佢哋嘅收入、佢哋嘅生計，代表咗佢哋嘅票源同埋支持度。你敲爛佢哋飯碗咧，佢哋甚至同你揭竿起義都得。所以無論前首相同埋現任首相，好多時都要去到漁港漁區咧、碼頭咧嚟到去拉票。做呢個親善嘅動作，就同美國嘅大豆一樣，唔係講緊美國大豆每年幾多生意咁大把，幾多10億、幾多百零億咁大把，唔係咁樣，係嗰個民間嘅支持度使然。若然你斷水產，等於你斷高市早苗咧一部分非常之重要嘅支持度。此事咧亦都非同小可，但係可能大家覺得呢啲咩招咧？呢啲招對我哋中國能夠對日本實施嘅招嚟講咧，可以講係小巫見大巫。
因為嚟緊呢，我哋就有一條路線圖話俾大家聽，中國對日本呢嘅限制，如何能夠喺海陸空三軍熱戰之前呢，就已經令到日本有滅頂之災。咁我而家咧就準備同大家慢慢嚟去講啦。嗱，話説大家回顧一下啦，中國對美國嘅呢個大豆限制同埋稀土限制都嚇得美國腳都軟埋啦，即刻跪低啦。咁即係表示咧，大豆又好，關係到民意、民生、生計；稀土關係到能源同埋原料。咁呢啲嘢咧，隨對一個國家嚟講咧，可以咧係一個好深遠嘅打擊嚟嘅。咁但係中國對美國嗰個反制咧，其實算係 gentleman 嘅啦。如果對比將會對日本實施嘅一切嚟到講，因為都係美國一亂邊個層面一亂嚟，我哋中國就以同一層面嚟到反制啊嘛。就以同一層面嚟到反制。我哋冇全方位全面嚟到去玩封殺啊嘛。冇有系統地即係以策略亡國策略式地嚟去做，但係對日本有。話說喺11月14號，中國就發出呢個旅遊警示；11月16號再發出呢個留學警示。簡單嚟講咧，就勸旅客又好，留學生又好，非必要都唔好去啦，因為咧就係排華在即，煽動在即，戰時在即。我哋講直白啲就係咁樣。然之後喺11月14號開始，11月15號開始，11月14號公佈，11月15號開始就係關於中國有呢個3間航空公司開始有呢個退票嘅服務，免費退票，時間去到12月嘅31號，去到今年年尾最後一日，西歷嘅年尾最後一日。短嗱而家咧，我而家錄片咧，大家睇片今日19號，短幾日，短呢幾日咧就已經有50萬張退票啦，短已經有50萬張退票。11月15號，即係14號公佈完之後，15號開始咧，15號開始頭一日已經平時有150萬嘅張機票嘅銷量咧，已經減到100萬，即係跌咗1/3。預計短幾日啫，預計如果跌到落去12月31號嘅話咧，係直情係旅業破滅式咁嚟到去停。咁新潮文之前咧就同大家講啦，嗱，所謂嘅旅遊警示同埋免費退票服務都係大家各自去決定嘅啫，你選擇退咪退咯咁樣。但係原來唔係咁樣，原來咧就係大家各自大家自己醒定啦。中日關係如此劍拔弩張嘅時候咧，你自己嚟到醒定。彷彿就好似咩咧？中國嘅所有國營嘅機構同埋國營嘅軍工企業，所有機構全部一律唔准用蘋果電話，唔准用 iPod， 唔准用所有同呢個蘋果有關嘅，因為怕佢有後台。但係所有半官方或者同國營嘅企業、國營機構有呢個合作關係嘅私企咧，你哋可以自己選擇用唔用。而好多有關聯有合作嘅私企咧、私人機構咧、民間機構咧，佢哋都選擇即時放棄，因為佢哋醒水2個字。而家自從國航、東航同埋呢個南方航空3間旅行社有呢個免費退票，全國14間航空公司都參與咧免費退票，包括大家知嘅春秋航空海南航空等等，14間航空公司會飛日本嘅都有呢個免費退票，仲有全國多間旅行社停辦日本團。我之前預測會做嘅嘢咧，原來咧喺我預測嘅同時已經進行緊啦。停辦日本團，亦都唔再辦任何對日本嘅簽證服務。此事非同小可。上一集已經同大家講咗，以我哋籠統啲，日本每年3000萬嘅遊客嚟到計，內地嘅遊客佔咗1000萬，
另外500萬就係嚟自香港同埋嚟自台省，即係話1500萬嚟計，我哋中港台三地嚼咗日本嘅旅遊業半壁江山。如今呢半壁江山呢，就喺短短幾日內暴跌。證據顯示，日本嘅旅遊業公司、日本嘅旅遊巴公司就已經清楚講咗係事實，因為佢哋就喺中國嘅反制嘅嗰一日，即刻同一日11月15號咧就有50個旅行團要取消嚟緊嘅旅行團，有10間旅遊公司即刻同佢哋聯絡，話要取消晒所有旅遊巴，佢哋嘅損失係以數百萬嚟到計，而且嚟緊呢，仲有排玩。日本嘅旅遊巴公司佢哋指導就係呢一次啊，即係短短呢2日嘅取消呢，已經足以令到佢業界裏邊有好多旅遊巴公司嘅人呢要關門大吉啦。已經所有旅遊業衍生嘅呢，就唔係咁簡單，唔係淨係人去下旅行啊、觀光啊、食下嘢、買下嘢咁簡單嘅啊。咁但係我淨係講啊，觀光、購物同埋食嘢呢，已經面對滅頂之災。日本股市連跌3日，日本嘅軟銀、東京電子同資生堂呢，跌嘅跌幅係非比尋常。無印良品跌咗9%，佢哋嘅股價。日本嘅東京迪士尼跌咗5%，日本嘅3月百貨同埋伊勢丹百貨足足跌咗12%，資生堂，日本嘅資生堂跌咗11%。呢個係嚴重嘅，呢個咁樣嘅跌幅呢，係斷崖式嘅跌幅嚟。仲有日本嘅全日空股份有限公司，即係呢個日航，日本嘅日航跌咗4.5%。短短幾日內發生。仲有日本嘅阪神大企業，阪神企業就係佢有鐵路啦，即係阪神鐵路啦，有零售啦，同埋有酒店。成個集團跌咗2%。就喺呢個去日本嘅機票啊，平時以日本嚟到計，佢哋心裏邊會有個數嘅，就係每一日同埋每一個月有幾多嚟自中國嘅遊客，有幾多票過嚟。日本嘅酒店業亦都係有幾多人過嚟嘅時候，佢哋亦都會計算有幾多人會住酒店。佢哋計算過，單呢幾日旅遊業、機票、酒店跌咗3成，比正常時間跌咗3成，而且仲陸續有嚟。適逢現在呢一刻就係呢個日本嘅紅葉季，紅葉季呢就會持續大概1個半月左右，係一個旅遊旺季嚟嘅，會睇紅葉。但係呢，卻喺紅葉季呢個每年重要嘅食糊位、櫻花同埋紅葉，就剩單咁嘅嘢，成個日本嘅旅業呢都叫苦連天。格仔呢而家啱啱就去咗出團，就去貴州。咁點啊？其中一個行程呢，就睇我哋中國嘅紅葉，要睇紅葉，唔需要一定去你日本，只要我哋中國做到呢一相關嘅嘢，比你更加浩瀚同埋出色呢，旅客就會自然去佢哋中意去玩嘅地方。呢個世界有好多人，應該話大多數嘅人唔知咁多國家嘅恩怨情仇，冇咁多民族嘅立場，冇咁多骨氣。好多人呢，重視生活，人人有書讀，人人有工開，吃喝玩樂。好多人就係重視呢啲嘢嘅啫。呢個係人性嘅現實。咁但係咧，呢班人呢，亦都係最好嚟到去扭軚嘅，邊度有好嘢佢就去邊度。咁中國如果冇法簽證，對我哋中國嘅同胞唔俾佢去日本嘅時候呢，突然間有個國家就對沖之下，唔係美國嚇，對沖之下變咗呢個新嘅旅遊大熱啦，就變咗韓國啦。哇！韓國而家好開心，突然間短呢，人哋話躺着也中槍，唔係韓國躺着也發達。喂，就係日本呢啲交惡嘅時候，哇！啲旅客冇得去日本，喂，全部改晒機票，改晒呢個酒店，改晒旅行團，全部去韓國。哇！
開心到震啊！韓國而家就變成咗呢個新嘅熱門地方，而且中國如果進一步推波助瀾嘅時候咧，進一步放寬對韓國嘅簽證，仲有對東南亞嘅國家，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等嘅國家嘅簽證嘅話咧，嗱，緬甸、泰國就危險少少啊，但係咧泰國都係其中一個非常之熱門嘅外遊地方嚟嘅。如果對呢啲國家放寬簽證，稍為push 幫助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嘅中國嘅好龐大嘅旅客亦都會咧往東南亞嗰邊去行，變相表示啲乜嘢？表示第一，你同日本交惡，對日本有封殺嘅作用；第二，你因利乘便益咗韓國，韓國亦係今次亞洲嘅局勢混亂，二戰日本嘅呢個受害者之一。韓國而家好燥㗎，但係咧，喂喺呢個時候中國仲益佢啊，咁就變成咧就同仇敵愾底下咧有妙不可言嘅功效。亞洲嘅受害者，印尼啊、越南啊或者緬甸呢啲地方咧，亦都係二戰嗰陣時候嘅受害者。嗱，你因利乘便，放多啲旅客過去嘅時候，益佢哋咧，亦都令到大家一心一意咧去嚼日本，同仇敵愾咧係更加咧上下一心嘅。然後要講下呢個旅遊業啦，旅遊業對日本嘅消費咧係每年以千億計嘅。每年以千億計，單係2024年嘅旅遊業總消費係有4000億，以港元嚟到計4000億港元，帶俾日本嘅 GDP 4000億嘅港元。中國旅客佔咗1000億，即係話咁樣得罪中國咧，白白就1000億就冇咗啦，就係咁簡單條數。對好多旅遊業有關嘢咧係滅頂之災。然後日本咧。2025年過去呢3個月，過去呢3個季度咧，已經錄得 GDP 沒有增長，仲有下降嘅跡象。好不容易咧，成年拉勻估算咧，有可能可以做到0.6% 嘅 GDP 增長嘅時候咧，咁0.6% 嘅增長咧，當中有0.36% 咧係嚟自旅遊業嘅 GDP 嚟嘅喎。咁若然冇咗嘅時候咧，咁咧就直頭冇埋呢個唯一嘅增長都冇埋。仲未計什麼？旅遊業衍生嘅其他行業，購物啦、百貨公司啦等等，將會面對大量嘅生意淡薄同埋甚至倒閉。咁但係咧，此事非同唔係咁簡單。如果你淨係講旅遊人士嘅話咧，你都未講通商同埋貿易嘅人員往來同人士。日本出名嘅產業服裝啦、家電同埋電子科技。若然中國一限制佢嘅時候咧，日本呢啲行業全部咧進入滅頂之災，因為真係老實啲講啦，日本服裝早就已經中國生產啦，日本家電早就生產線嚟咗中國啦，什麼黃金飯煲咪係中國做嘅，跟住稀土限制日本，我理得你有幾多電子技術都好啊，何況你啲電子技術、呢啲半導體嗰啲全部加工都抌晒嚟中國啦，一限制你嘅時候咧。3個行業全部滅，3個行業係計日本呢個最重要嘅3個行業，全部會進入滅頂之災。中國作為日本最大嘅貿易夥伴、最大嘅生產嘅進口國，半導體、電路板、平板電腦、手機淨係呢啲電子科技都佔佢每年嘅4400億人民幣嘅呢個貿易額。佔咗4成佢哋嘅出口，呢啲電子嘢佔咗日本4成嘅出口。如果中國一鎖嘅時候，任何電子有關嘅巨企，甚至車啦、車零部件等等，巨企豐田、Sony 呢啲咁嘅巨企，全部咧都係有嚴重嘅虧損，有好多企業將會因為咁而倒閉，有好多人將會咁樣而失業。去到講到呢度咧，都只不過係講緊旅遊業同埋人員貿易往來通商嘅限制啫。再落去就係咩啊？再落去就係嚴重嘅排華潮。當百姓苦不堪言，當百姓開始失業嘅時候，政治家一定咧就會導向民意，去
遷怒於其他國家，就係遷怒於中國啦。咁就會有嚴重嘅排華潮。中國人員唔敢去日本，留學生唔敢去日本，商人唔敢去日本，而且同中國叫戰嘅時候呢，因為戰事，日本股市崩盤，日元大貶值，外資同埋投資將會嚴重咁撤離，金融市場動盪。淨係過去呢幾日呢，日本股市跌，亞洲股市亦都唔靚仔，係影響係連珠爆發嘅。咁但係呢個局面係美國最想，日本一冧對沖美國呢，美債呢就做搶收貨，美元就做搶收貨。所以好多人都話，若然高市早苗，即係正常嘅人咧都會覺得，你仲搞擴軍，你不如補助下啲人民先啦，同中國抹到咁行。咁講呢啲人呢，實在太唔明白呢，實在太理想主義啦。對當權者理所當然地關心人民呢，民生衣食住行呢，太過睇嚟都係生於和平嘅人呢，都係覺得和平係理所當然。高市早苗嘅責任唔係咁樣，高市早苗呢，就係要復興翻日本嘅軍國主義，將日本裝備成一個能夠發動戰爭嘅國家。點解揾高市早苗嚟做呢？因為一有咩事嘅時候可以賴落女手上度，一有咩事呢，就諗住可以呢，就踢佢落台。若然呢，計劃唔順利咧，就踢佢落台嚟到去等佢嚟到引咎辭職，踢佢落台呢，嚟到將所有死貓呢壓喺佢身上。高市早苗亦都樂於做呢個角色，高市早苗亦都忍辱負重夾硬呢同特朗普打情罵俏，其實呢，就係想拉美國入局。到底計劃能否如願以償呢？睇嚟咧就唔可以一時三刻能夠決定嘅。我哋睇下美國嗰邊諗緊啲咩先。話說日美咧嘅同盟，日美嘅同盟咧嘅高級軍事文件全部都係用英文嚟到寫俾美國睇，就係連呢個提風導彈系統咧，美國最近咧都將佢撤離日本。提風導彈咧就係陸軍基地嘅中程導彈。喺呢個時候，突然間美國將佢撤離日本嘅時候咧，就好似表示到美國咧就唔想參與，唔想混呢趟污水咁樣，唔想混呢趟水太足啦。其實絕對唔係，美國樂於見到日本崩盤，而自己乘機咧就收割。日本同埋美國喺 APEC 之前，特朗普訪日去咗2日，收割咗好多嘢。5500億美元嘅投資計劃咧，90%都係歸90%嘅投資，90%嘅利潤都係歸美國嘅，剩低個1%仲要對分，剩翻個10%仲要對分。不過嗰10%你都唔使諗噶啦，當冇得噶啦，即係表示咧美國要晒。簡單講，日本鋼、日本製藥、半導體、日本嘅稀有礦產、稀土、能源同埋車企，美國全部都要。仲有唔可以用呢個俄羅斯嘅能源，薩哈林管道唔用得，要用阿拉斯加管道，未起嘅喎，咪俾錢起咯。邊個俾錢啊？日本啊，唔通美國俾錢起啊？係表面上睇起上嚟咧，阿拉斯加呢邊管道就係美國自己出錢嘅，但係營運同埋管理嘅費用咧就係要日本出，因為點解？因為向你日本輸嘅嘛，所以你嚟俾。然之後美國出阿拉斯加呢邊嘅管道嘅費用咧，之後亦都會擺翻落去咧，日本買天然氣同埋買呢個石油嘅呢個錢裏邊，所以其實基本上都係日本買。日本呢個國家有98% 嘅石油都係靠進口。日本呢個國家有90%嘅天然氣都係靠進口。冇咗呢2樣嘢嘅時候咧，日本咧冧得。其問題仲有一樣嘢就係日本需要嘅係煤炭。日本需要嘅係煤炭。日本需要煤炭，因為咧日本嘅火力發電，火力發電佔咗七成。如果中日發動戰事，海上所有補給航線咧全部咧就會停擺。咁日本嘅國家儲備有幾多啊？
日本嘅能源儲備只夠180日，即係半年。日本嘅電力唔夠煤炭嚟到發電嘅話，將會呢成個國家冇電。仲有日本嘅化肥、農藥都係靠進口，嚟自邊度啊？好多嚟自中國。冇咗嘅話呢，糧食日本已經糧食都難以自給自足，糧食都唔夠啦。跟住冇埋嘅話呢，就有日本就面對40%嘅糧食，40%日本人呢面對糧食嘅危機。到時物價呢就會嚴重上漲，人民皆恐慌嚟到去搶購，社會一片混亂。再一次回到我頭先講嘅啦，日本股市崩潰，但係呢個崩潰呢，唔係趁低吸納入市嘅好時機啊，係直情掂都唔敢掂。日元大貶值、大崩盤、外資撤離，金融市場、亞洲金融市場嚴重咁動盪，成就美國咧，美國爭人周身嘅屁股數。呢個美債咧就已經去到呢個40萬億美元，咁呢個時候咧就冇辦法啦，避險一定要翻去美國嗰度。淨係日本國債喺11月18號，日本國債11月18號已經面對咧嚴重嘅拋售，咁呢個已經係最好嘅表示，美國嘅戰略湊巧，美國想睇到日本冧嚟到去救美國，睇到日本冧，日本冧咧就救翻美元。就係咁樣啦，所以再連帶我昨日所講，若然日本進入交戰當中，美國就會從後嚟到幫助，一邊收割，一邊咧就送咗大量嘅軍備過去，仲有大條道理咧喺日本駐軍嘅時候咧就喺出邊嗰啲島嶼，唔止釣魚台，即係釣魚台島梗係唔得啦，但係日本以東嘅一啲島嶼咧，嗰度好多下邊好多石油同天然氣。大條道理咁即刻 drill baby drill 啦，呢個就係美國嘅圖謀。好多人都話有冇可能啊？邊會咁樣啊？仲有王法嘅，即係如果咁講啊，俄烏之爭嘅爆發呢，正式爆發就喺呢個2022年嘅3月開始。咁其實北約東擴呢個行為呢，就係由2021年嘅年中已經有開始嘅啦。咁呢。俄羅斯普京喺烏東嗰邊開始重兵駐紮，亦都係喺2021年嘅年中已經開始嘅啦。若然嗰陣時候，唔好講嗰陣時候，我甚至去到戰事爆發之前1個月啊，2022年嘅1月、2月嗰陣時候，同大家講話，美國將會咧推烏克蘭出嚟到送頭，攞烏克蘭嚟到削弱俄羅斯打唔打得贏都好，都能夠大力削弱俄羅斯。然之後咧，會導致烏克蘭嗰邊有2-3千萬人嘅呢個流離失所同埋離開呢個國家，會導致呢個烏克蘭戰場上邊咧有100幾200萬嘅烏克蘭嘅年青人咧就會送頭，再加不記名的幾十萬嘅國際僱傭兵、北約僱傭兵咧就喺嗰度嚟到送頭嘅。到時美國咧就會藉住俄烏之爭大力收割烏克蘭，打贏打輸都好咧，都可以參與呢個重建計劃。甚至咧就可以收割埋北約，逼北約交晒啲軍備出嚟換新嘅，咁美國咧就大力收割，制裁歐洲，唔俾佢用呢個俄羅斯嘅天然氣同能源嘅時候咧，就要買美國嘅天然氣同埋能源。如果我喺戰事爆發之前同大家講啲咁嘅嘢嘅時候，好多人都話邊有可能啊？佢惡晒咩美國？哇，誇張得滯喎！好多人都會咁講。事實上發生晒呢啲嘢，表示大眾同埋好多文人咧都係接受唔到戰事嘅殘忍嘅，因為點解啊？呢個係人嘅天性嚟嘅，有戰士意識應該係話一個我哋人類作為群體動物，有戰爭意識同埋敢於面對戰鬥嘅咧，只不過係族群裏邊嘅勇士。大部分族群嘅人咧都係唔敢，甚至冇咁嘅思維去面對戰事。咁如果烏克蘭都有可能啦，同一樣嘅嘢會唔會喺日本嚟到上演呢？應該係話日本呢個角色其實從來都係俾美國養肥。日本冇嘢叻，佢唯一嘅作用就係咁用。日本呢隻牛、金牛、和牛就係俾美國適當嘅時候咧攞嚟收割，然之後再蠻牛咁衝向中國。同一樣嘅故事情節就係美國會利用日本嚟到去削弱中國。
打一定冇可能打得贏㗎啦，但係成勢咧就大賺一筆。打贏打輸都好，日本都可以參與美國都可以參與日本重建啊，甚至好似美國特朗普同俄羅斯咁樣一齊嚟去商議點樣去重建呢個烏克蘭，點樣分咗嗰啲塊肥豬肉。你覺得美國唔想？又或者係嘛？美國同中國一齊，日本都係跟住，例如話佢哋話日本都係衰㗎啦，軍國之心不死啊，成日諗住咧唯恐天下不亂。嗱，我都幫手啦，美國話我都幫手一齊搞掂佢啦，同中國一齊。佢破壞咗五常規矩喎，五常有資格接收佢嘅土地㗎嘛？呢個係二戰之後嘅舊敵國條約嚟㗎嘛？咁一齊就分咗日本呢個肥豬肉去。我哋中國唔會想咁做，我哋中國唔中意做呢啲咁嘅嘢，亦都冇建國以來亦都沒有記錄做過呢啲咁嘅嘢。所以唔好話國強必霸係咪？起碼我哋冇做過先，冇得屈我哋。但係美國絕對希望咁樣，絕對希望，亦都非常之樂意，亦都非常之想咁樣樣。所以呢，今次唔係擦槍走火，唔係紛擾能夠時間大過咁簡單，係背後有龐大嘅利益，美國係會推日本上呢個風高浪急，放呢個浪尖上邊呢，去玉石俱焚嘅同中國。而高市早苗嘅責任就係成就呢一件事，就係咁樣樣啦。高市早苗已經高調地講咗自己嚟緊參拜靖國神社嘅路線圖，有可能就會喺12月嘅26號。大家就會諗啦，呢個日子有咩咁特別啊？12月26號 Boxing Day 啫，同二戰有冇關係呢？其實就同二戰冇關係嘅，但係對我哋香港有關係喎。12月25號，香港總督楊慕琦呢個英國嘅鬼頭就對住日本仔投降，明明人數咧就比人多，都唔夠同日本仔片，全部咧英軍走晒佬，香港正式進入淪陷。12月26號第二日，日本咧即係12月26號就對香港發呢個所有嘅軍票，嚟去取代佢嘅貨幣，嚟去昆我哋嘅錢同資源。當年1941年香港淪陷就係由嗰陣時候開始，12月26號開始俾人哋用軍票嚟去作我哋民脂民膏。當然啦，同高市早苗咧參拜靖國神社無關嘅。對高市早苗而言，12月16號係一個非常非常之特別嘅日子，因為當年安倍晉三2013年嘅12月26號就係佢在任嚟到參拜靖國神社嘅日子。當其時奧巴馬在任都搖搖頭，話非常之失望。在任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絕對係非同小可呢個動作。高市早苗為咗紀念佢師父安倍晉三，喺第二屆嘅任期第一年嗰陣時候嘅2013年12月26號參拜靖國神社，嗰陣時候高市有份陪同。高市早苗特登揀呢個日子嚟到去參拜靖國神社，而且佢係以在任首相。日本已經有13年係沒有在任嘅首相夠膽去做呢個動作，佢諗住做。話俾你咁，大家自己講，大家講佢係咪縮？佢絕對唔係縮，佢越撳越出事添。另一個日子有可能呢，就係日本嘅每年嘅開年啊，1月1號嘅凌晨。1月1號嘅凌晨呢，日本有嘅神道嘅民間嘅習俗呢，就係佢哋要去神社度參拜嚟到開年，即係你當係屬於佢哋嘅頭炷香啦嚇。當年小泉純一郎就係元旦當日在任嘅時候，元旦當日參拜靖國神社，以現任首相嘅身份，所以呢兩個日子都極有可能咧係高市早苗會揀嚟到參拜靖國神社。小泉純一郎喺任內拜咗6次，安倍拜咗2次，唔係咁多日本首相咧 sorry 啊，係夠膽咧喺在任嘅時候拜嘅，因為呢個係國際和平嘅紅線嚟嘅。咁所以高市早苗如果佢高調地釋出咁嘅消息，你話到底佢嘅民望高唔高？佢嘅內閣支持率高唔高？而家冇人話佢啊，冇人話佢唔俾佢拜啊，支持度仲好高添。所以從中我哋就睇得到啦，
從中我哋睇得到佢作戰嘅決心。作戰之前就要拜一拜呢，我哋就話邪惡嘅鬼，佢對佢哋嚟講啊，佢哋國家嚟講呢係英魂烈士，要拜一拜，保佑佢哋呢出戰前，希望呢能夠馬到功成。呢個係每一個國家出戰前嘅傳統，佢哋嘅領導人都會拜一拜昔日嘅佢哋國家嘅以前嘅軍人同埋軍警，咁然之後呢，就呢啲都係佢哋為國捐軀嘅烈士嚟嘅。咁咧拜拜呢啲所謂嘅軍魂嚟到去加持嘅，嚟到有呢個加持嘅作用。好多人就話啦，高氏祖廟唔會再拜㗎啦，因為點解呢？話說佢喺10月17號嗰陣時候就唔拜靖國神社，淨係咧就有啲呢個獻祭啫。因為佢嗰陣時候啱啱咧做咗自民黨嘅總裁。跟住下一個咧就係問鼎嘅日本嘅呢個首相啦，淨係獻祭品啫。嘅原因唔係因為佢良心發現啊，唔係因為佢知道敏感，佢好想拜，所以忍唔住咧，都未到12月就要公佈消息啊。而係因為佢嚟緊要同美國要同中國傾嘢，佢唔想搞到局勢，佢唔想搞和美國。另外11月頭亦都係 APEC 嘅會議，要同習主席見面，所以佢忍住谷住。高氏祖唔拜唔開心嘅，佢唔拜唔開心嘅。昔日嘅高氏祖廟咧，過去從未缺席過拜呢個靖國神社。春秋二祭一定要拜，甚至8月15號佢哋講啊，二戰結束啊，即係佢投降啦，佢哋亦都一定要拜。一年咧頭中尾都要拜一次嘅，從冇缺失過。過去10幾20年。但係咧，今次日本咧就非常之嚴重啦。佢面對緊呢係一次二戰新仇舊恨嘅大晒啦。中國、俄羅斯、朝鮮同埋南韓一齊得罪晒，罕有地一齊對呢個日本發炮。韓國咧亦都唔係講笑，高氏祖廟咧辣埋韓國最近，所以知道咧我哋中國已經咧去呢個釣魚島嗰度嚟到巡航啦。我哋喺黃海嘅中部連續3日嘅實彈射擊，嗱喺17號就開始嘅，11月17號開始咗我哋第一嘅實彈射擊。我哋中國做咗啲嘢，就係整一首歌，鼓舞士氣，而歌詞裏邊呢，亦都有字句寫住：槍已經上膛，劍已經出鞘，時刻準備打勝仗。仲有呢首歌呢，裏邊仲有巨浪同埋風暴2個字，就話巨浪隨時嚟，風暴隨時嚟，要嚟就嚟。呢啲字眼咧，唔係淨係咧歌詞咁簡單。睇完93閱兵咧，你就知道巨浪同埋風暴咧，就係我哋中國最新嘅呢個核打擊能力嘅同埋我哋中國最新嘅呢個戰場上面嘅軍備之一。而呢個軍備咧，所謂殺雞用牛刀，唔係要嚟招呼日本，係要嚟咧降住美國。咁但係呢啲我都會留翻下集嚟到講，因為軍演未完。雖然11月17號至到19號係連續3日嘅黃海中部嘅實彈射擊，但係中國而家加碼，11月18號連續8日黃海嘅南部再實彈射擊，就睇下你日本夠唔夠膽嚟，就睇你日本夠唔夠咧。戰事未完，所以我哋下次咧會同大家報道韓國嗰邊鬼殺咁嘈，南韓啊罕有地同仇敵愾，因為日本咧最近咧就搞呢個獨島啊。獨島咧，亦都係韓國同埋日本咧有呢個主權爭議。咁韓國嗰邊就你知佢小氣又敏感㗎啦，又嘈㗎啦，非常之燥。韓國嘅議員咧仲話，根據探子回報，日本現在咧馬不停蹄地諗住修憲，要將日本裝備成一個能夠發動戰事嘅國家，此舉嚴重威脅咧呢個東亞嘅和平局勢，二戰之後嘅世界和平秩序。韓國嗰邊都咁激昂啦。咁我哋之前亦都報道咗啦，北朝鮮、俄羅斯等等，各自都對日本咧有嚴重嘅新仇舊恨。中日終須一戰，100年前嘅恩怨咧嚟到今日咧，睇嚟係時間咧嚟到説清。但係昔日我哋中國咧係受盡屈辱，今時今日100年後今日，我哋中國要打一定會贏。我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